會嚟呢？我係因為好奇嚟嘅，坦白講，因為科技配合運動呢，我自己啦嚇就係第一次見嘅，所以咧我就抱住好大嘅好奇心嚟試下究竟呢一個 project 係啲咩嘢。雖然係聽過，咁但係咧就未試過啦，咁啊睇下體驗下係一回咩事咯。參與過呢啲咁嘅體驗，但係認識唔深，係啦。咁既然有個咁嘅課程嘅話，對我嚟講係好大吸引力咯。好開心今次可以繼續獲得榮村愛心基金嘅支持。今次有別於上一次，我哋亦都各個方面咧有唔同嘅提升啦同改變。尤其是我哋今次嘅課程內容唔再單單只係正念空手道嘅元素，而係我哋會加咗五行經絡瑜伽喺課程入面，所以我哋嘅學員可以體驗一動以及一靜嘅運動。今次我哋嘅導師啦，唔再單單係我啦，而係我哋嘅榮村一期同學仔，包括係 Elaine 成為五行經絡瑜伽嘅導師，以及 Kitty 正念空手道助教。咁所以其實我都好開心啦，見到有呢個嘅改變。當我學嘅時候，我就學生啊嘛。而家我做一個助教嘅角色咧，係唔同，更加細心咗。因為唔同學員，佢哋可能有啲運動嘅背景又唔同，有啲可能從未接觸過運動嘅，咁我哋就會更加細心啲。嗰陣時就好專注啦，有幾個教練教我哋係好開心嘅，喺課堂上學到好多空手道嘅技巧啦，同埋正念嘅練習，亦都令到可以動有靜咁樣嘅技巧。導師們好按部就班咁樣因住同學嘅能力去慢慢帶入你咧，好能夠真係慢慢讓我哋啲學員去帶領我哋去了解自己咯。身為一個中國人，我好想將中國嘅一個中醫嘅一個好宏大嘅一個概念帶俾大家，用一個淺顯易懂嘅概念俾大家可以結合春夏秋冬四季啦，點樣我哋去調理身體啊，又可以配合埋啲經絡，同埋喺穴位嘅按摩都可以幫助到大家，即係減輕痛楚啦。嗰個姿勢咧，我感覺到係有改善，去改善我腰腳嘅問題。我希望我唔使做手術，同埋希望我自己可以自己行得走得，唔使坐輪椅。佢裏邊包含咗一啲經絡嘅知識啦，咁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亦都係幾大嘅認知咯。對於初學者嚟講 ，even 就算瑜伽都係，即係你會覺得難啊，驚自己年長啊，啲筋骨又唔靈敏啊，活動能力又低啊，咁但係用咗啲遊戲嘅方式就容易好多。除咗做到嗰樣嘢個滿足感之外，就係開心啲咯。我諗我望到大家都開心啲咯。咁又帶住嗰個頭帶monitor 住你嗰個課堂裏面或者嗰一刻，你究竟有幾放鬆？你係咪真係放鬆？實時知道我哋嘅學員佢哋呢一刻放鬆與緊張嘅狀態，唔再只係一個比較抽象嘅概念，而我哋嘅教練以及學員都會透過一啲數據、一啲圖表，知道我哋嘅同學仔完咗個課程之後，其實佢哋係一個咩狀態。咁同埋兩個人分享嗰個環節，我諗係幫到大家溝通嘅。年長人士係比較難去無端白事要主動識新朋友咯。咁但係因為係個遊戲要求啊，咁所以又會做。感恩就變咗嚟講，就係可以俾到人一種即係舒緩咗一種壓力嘅情緒啦。我哋網上亦都有個練習啦，叫做感恩日記，係俾我哋同學仔去每日記錄3件值得感恩嘅事情。亦都有一個叫正念覺察三角，記錄到我哋同學仔佢哋嘅身體反應、情緒以及想法，最終都希望可以提升我哋同學仔佢哋嘅體驗以及佢哋嘅收穫。咁呢啲係真實嘅數據 rather than 一個感覺，我覺得呢個係比較特別嘅。